咱驻泰国的代表曾锡汉做无一当地清洗，外交部头先讲是因为个人的因素，尾啊则个讲是因为涉嫌甲秘书性骚扰，才要求伊辞职。调研的立委即马拢要求外交部爱彻底调查，讲互清楚。那曾锡汉本人是不会讲，伊无歹意，嘛会配合调查，希望有机会会当来解说清楚。职守，尽忠职守，报效国家。去年7月2日，迄时阵驻泰国代表曾锡汉出席总统府驻外大使宣誓典礼，只是才上任不到1年，伊就真紧请辞核准。迄时阵外交部第一时间表示是个人因素请辞，毋过拜六暗时解除证实，伊涉嫌性骚扰代表处的女秘书。经初步调查属实，基于零容忍的最高标准，即在第一时间要求庄大使辞职。除持续对当事人表达关心外，并视其需要提供心理支持方案及调整工作环境。外交部表示，已经接到当事人正式提出申诉，将调查结果送到性骚扰申诉评议委员会审议。代表处女秘书指控去年底时阵，甲曾锡汉到台北，锁伫车内，互伊要求30分钟，了后佮叫去房间审评庭，毋过秘书坚持无要入去。曾锡汉本人是发声明澄清，迄时阵伫车顶肯定当事人的工作表现，手鼓励若造成无舒适，感觉真失礼。入去房间审罚事件是请当事人做英文致辞。告告甲修正，5分钟了后就离开。后人讲法律经验的人，不是一人指控，完全的配合调查。驻外单位接连传出性骚疑云，本席要求外交部全面彻查，并且安排外管性平课程，否则可能伤及台湾国际形象。外交部都有义务跟责任对外讲清楚、说明白，否则会让外界觉得始终是有黑箱的感觉。呼吁外交部有义务对外讲清楚，毋过外交部性骚扰事件不止这一件，进前也有前驻菲大使其佩勇被压出疑似性骚扰菲律宾籍的女秘书，互人解职调查，也互立委要求外交部应该清查是毋是有共款的情形，才被优先国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